为了方便即个从脚踏车到电池甲摩打了变成电动的脚踏车，不过这款的改装行为有可能有危险。台中一个80岁负责人伫中国网站卖摩打甲电池，车人倒伫伊三轮车顶，不过伊骑去到即个人行道时，无注意到车卡的电池即个烧路一个煞导火，伊的脚嘛受着伤。 80岁姓田负责人骑三轮车到客运的头前，过无偌久开始呛烟导火。负责人敢若烦恼会烧到客运搁下车刷去头前。上车到场，甲火炮花甲负责人送去病院，伊的双脚拢互烫着伤。意外发生伫台中，负责人的后生孙仔赶到现场，这已经是因兜拄着第2摆电动车导火。是充电池，然后也是爆开，也是他们来处理，这也是同一个烧法。安怎即摆无充电，三轮车买导火，警方研判是因为这件代志。当时妇人呢是骑了这一台呢电动的3轮车呢经过这里，但是呢她想要走上人行道，但是呢因为公车呢挡住她的这个上坡，所以她就直接从这里上去，没想到电池和这边卡住，因此起火。敢讲电动车拢有这种风险，专业的电动车业者认为这台三轮车应该是负责人家己改的，而且改装佫出现一个致命错误。 就是电池安装的地方不恰当啦，因为通常如果安装会安装在它后面有个菜篮嘛，通常我们会安装在里面，可是它没有安装在里面，它安装在下面，所以会导致这个状况发生。是安怎电池会倒伫下骹？替负责人改装的人安尼讲，原本是放在上面呢，他要放狗所以叫我给他烧一个架子，我去给人家烧架子。 所以他就放在那个下面那里。唔若倒电池的位要特别注意，专业的电动车业者佫讲，莫凊彩伫网络顶买来路不明的电池，虽然有较少，毋过品质无保障，真有可能会因为无细致去烧 A， 或者是充电的时，都有可能会烧起来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